主要2026年1月初1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继续进前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1章第1节到1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章。下面是摩西伫约旦河东边的旷野，疏忽对面的阿拉巴，就是伫巴兰甲道弗、拉班、巴西略、伫撒合的中间，对以色列人民讲的话，对何烈山经过西尼山到加利斯巴尼亚需要载日的路程。伫出埃及了后第40年11月初1，摩西将上主交代伊对以色列人所有的命令，拢甲因讲。迄时，摩西已经赚赢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，甲住伫伊得来阿斯塔略的巴珊王国。摩西伫约旦河东边的摩押地，开始讲解上主的律法，讲：上主，咱的上帝伫何烈山，甲咱吩咐讲：恁伫即个山已经住有够久啊，着起身挖去阿摩利的山地，以及迄附近的阿拉巴山地、山坡、尼吉夫、地中海沿海一带，甘人的地区，甲黎巴嫩直到大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。但我将即个地赐互恁，恁着入去承接。即个地是上主对恁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应允，要赏赐因甲因的子子孙孙的土地。迄时，我有甲恁讲，管理恁的责任，我家己一个担当袂起。上主，恁的上帝，互恁人口加添，到今仔日，亲像天顶的星遐多。愿上主，恁列祖的上帝，照伊对恁的应允，赐福恁，互恁的人口加添千倍。管理恁的重担甲责任，以及处理恁的诉讼，我家己一个哪担当袂起。恁着对大支族拣有智慧、有才能、有经验的人，我就设立因做恁的领袖。恁应我讲，你讲要做的代志真好，我就将恁大支族选出来有智慧、有经验的人，设立因做管理恁的领袖。有的管1000人，有的管100人，有的管50人，有的管10人，搁设立其他的官员。当时我吩咐恁的审判官讲：恁裁决相告的事，无论是同胞中间的案件，还是住伫恁中间的外族人的案件，着照公道判决。恁裁决的时，毋通偏袒。相告的人，无论是尊贵还是卑微，拢着公平对待。毋通惊任何人，因为恁是替上帝审判。困难解决的案件，着送来我遮，我为裁决。迄时，我嘛将恁应该做的事，拢甲恁吩咐。继续进前，对何烈山经过以东山区到加利斯巴尼亚这段旅程，实际需要载日。若是以色列人竟然着行40年。以色列人怀着愿望离开埃及，原可通伫有生之年进入上帝应允的迦南地。
无拍算奔波大半世人，最后却差不多规个世代的人拢无法度踏入梦土一步。主要原因是背逆上帝。民数记14章记载，当以色列人对探子的汇报，听闻迦南人的强大，惊骇比探之余，因干那想要转去埃及，甚至埋怨上帝的带领。为着安尼，上帝讲，所以因一定袂当看到我对因的列祖立誓应允的地，所有藐视我的，拢袂当看到。所以，即阵失胆的以色列人一生简单会当伫旷野流动，最终袂通进入应允之地。因无才调进入迦南地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可能是惯势变自然。旷野并毋是一片的荒芜，犹原有草原通放牧，踮即中间好生活。何况伫旷野中，上帝犹原保守因，用风条火条引带，用玛纳烟樽供应，互石盘称出泉源，帮赞征战得胜。踮岁月静好的旷野生活中，以色列人袂记得上帝起初带领因出埃及的心意，袂记得因受呼召出来，并毋是要一直住踮旷野，是爱因进入应允之地。因为安尼，因袂当停留，必须继续进前。这也是为虾米摩西伫过身以前，明知就算家己无法度踏入迦南地，还是叮咛搁再叮咛，向以色列人发表跋赢进前的宣言。因为以色列人必须记得家己是对倒位来，应该对倒位去。除这以外，摩西甚至改变组织体制甲管理系统，对各支族选出有智慧、才干和经验的人来正做领袖，借由分散权力来增进行政效率。只有实质的改变，才当突破固有的框架，持续进步。咱的信仰历程，多少也拢会经历着亲像置身旷野的时期。检采当下的咱，无搁再亲像过去遐尼幼稚，但是属灵生命却可能亲像定格一般，停留点无悬也无低，进退两难之中，至到互咱感觉信仰不过就是安尼若定。伫即种情形下，咱检采不止行翻头路，但是若爱咱继续向前行，咱却犹阁提袂出精神，也勇气消风无力。总是咱应当记得，上帝心意毋是爱咱停留踮原地，是爱咱继续向前，不断移动和跨越边界。拄亲像上帝子民的伦理学册中所讲的，伫地理、历史、神学方面，申命记拢是伫边界的事件，向历世历代属上帝的子民传扬强烈的信息。因忘掉越过迄不断移动的边界，对过去甲上帝同行的经历，进入迄将来未知的境界。靠深深的信仰之路，检采无容易，但是毋信的行程是无尽头。咱只有继续向前行，才当避免腐化，搁得到重新找到生命的方向。日想，我踮舒适圈住甲够久，是时阵继续往前迈进，跨越界线了。我踮伫舒适圈
蹛够久啊，是时阵爱继续向前行，迈进跨越界限咯。咱来祈祷，上主今日引带我的脚步，带领我继续前进，毋是留踮原地，逐渐腐朽。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